同埋佢嘅伴侶嘅基本嘅生活嘅需要咁樣。咁裏邊有好多原因嘅，包括佢哋伴侶冇出櫃啦，又或者佢哋冇經濟嘅條件可以去到外國結婚啦，甚至有啲跨性別嘅朋友，佢哋就話佢哋因為佢同佢嘅性別認同同埋法定嘅性別唔一樣，所以冇辦法子進入個婚姻啦，同埋佢哋都曾經試過結婚，但係俾婚姻登記官重新駁回呢個結婚嘅決定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整體我哋而家個社群面對緊嘅一個困難啦，因為我哋冇一個法律嘅保障之下，我哋而家 suffer 緊嘅嘢咁樣。咁所以係有98%咧係支持咧，係用任何即係無論係同性婚姻定係伴侶制度啦，希望可以有一個咁樣確實嘅一個承諾，又或者咁樣嘅一個 system 出現，去保障翻大家嘅權益咁樣。咁當然我哋後續就有好多討論，即係關於係婚姻定係伴侶制度啦咁樣。咁呢一樣嘢係各有好處嘅，大家覺得咁樣。咁有啲人就會覺得伴侶制度比婚姻更加自由同埋靈活啦，呢個都係40%嘅咁樣。咁亦都有啲人就覺得伴侶制度嘅好處就係佢冇咗嗰種傳統同埋宗教意涵喺裏邊咁樣，咁係一個另類一啲嘅選擇啦咁樣。但係咧，有啲人都會 raise out， 即係會帶出覺得伴侶制度係有佢嘅壞處啦，因為佢係一個大家社會未係好認知嘅一個制度，所以佢嗰個社會認受性係相對比較低啦。同埋有啲人就覺得咧，呢個係一個重新包裝嘅歧視嚟嘅咁樣。但係我覺得呢個喺呢一個位裏邊咧，我哋就要探討，即係到底一個伴侶制度係用啲乜嘢形式去建立，同埋佢嘅權利係咪真係會比婚姻少咁樣？咁所以個關鍵係到底呢個伴侶制度個餡係啲乜嘢，而唔係即係佢實際嘅係咯，即係而家所認知對佢嘅認知有幾高咁樣。咁我覺得咧，其中一個都幾可以回應到 Lumi 頭先所講嘅嘢，就係咧，我哋另外發現到就係咧，而家嘅社群對於現代家庭嘅想像模式咧係有啲改變嘅喎，係啦。咁最重要嘅，大家都覺得好共同應該要擁有嘅一啲一個伴侶關係嘅要素咧，係我哋要基於共同嘅承諾同埋一個互相照顧嘅關係咁樣啦。咁但係話要浪漫或者戀愛嘅關係咧，其實係不足60%嘅。即係有40%嘅人係覺得其實唔一定係一個浪漫或者戀愛嘅關係，而亦都係有40%嘅人係認為伴侶係唔一定要係有呢一個性嘅關係嘅，同埋都唔需要一齊住。係啦，咁所以我哋會見到現代人對於關係呢一樣嘢係慢慢鬆綁咗，即係對於伴侶係啲乜嘢，咁可能係純粹就係一啲一齊生活嘅人，佢嗰個形態係可以好廣泛嘅，即係譬如冇血緣關係嘅照顧同埋被照顧者啦，又或者無性戀嘅關係，即係 chosen family 嘅概念啦，呢啲都係包括喺伴侶嘅想像裏邊嘅。咁所以有85%嘅回應者咧都認為，其實我哋為嗰啲非親密關係去提供法律嘅保障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如果淨係爭取一啲傳統嘅框架，即係譬如同性婚姻嘅話，咁可能我哋就會忽視咗呢一班人嘅一啲需要啦咁樣。咁我哋民間香港嘅立場咧，從來都唔係話我哋唔要同性婚姻啦，即係唔需要爭取呢一樣嘢。我哋係覺得我哋有多一個制度出現，咁就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唔同嘅關係，因為佢有唔同嘅需要都可以得到保障咁。係。好，謝謝 Esther。你當中有好多 insight 啊，即係例如講到話，咦，其實呢個即係講起呢個保障伴侶保障伴侶和家庭關係呢一個概念咧，呢個親密關係其實而家係見到嗰個框架係越嚟越鬆綁，即係性啦，情感嘅需求啦，其實係越嚟越冇想象中嗰種我平時見到電影或者係電視見到嗰種感情或者愛情去到某一個即係里程碑就要進入婚姻，即係呢個好似越嚟越唔似一個等號嘅關係，而似係一個即係開始見到呢個需求就係其實我哋想透過婚姻呢一個法律嘅框架
去保障我而家同對方相處嘅呢一個權利，以及我可以照顧到對方。講到底就係想照顧對方，俾對方一種保障嘅呢個概念。當中其實牽涉嘅嗰個性與情感嘅需求，其實係多咗人反思嘅，即係少咗啲人就會覺得哦，我順理成章就係咁樣啦嘅有咁嘅想法。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喺同志嘅社群，不論係香港或者係台灣，如果即係長期身在喺台灣嚟講，就係、可能啦，因為咧同婚咧呢、呢個概念咧並不是與生俱來，就係、所謂